Hello， 各位波友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Multi Channel。今日 Multi 好高興啦，邀請到 UVO 嘅 Co-founder 高飛。Hello， 喂，高飛想請教下你咧。嗱，近排啦，近呢幾個月啦，我喺我嘅 IG 喺香港嘅 Hong Kong Pickleball Community 咧，都成日見到你呢個 UVO 嘅球板喎。OK， 係啊。喂，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下？因為我知道咧，其實你完全係從事另一個行業嘅，點解無端端會入咗嚟 Pickleball 嘅 community， 甚至係創立呢啲咁優質嘅香港地道有咁多香港地道風味嘅球板嘅？係咁一開頭我講一講先啦。咁其實我係其中一個 co-founder 啦，UVO 嘅其中一個 co-founder，我叫高飛啦。咁另外一個 partner 今日就唔係好得閒，咁佢叫 Derek。咁其實咧，你可以留意下我哋啲球拍咧，其實係有啲香港特色嘅，係嘅，有啲香港特色，同埋呢隻咧係麒麟嚟嘅，其實有啲中國特色咁樣。係喎。咁阿 Derek 其實係一個藝術工作者咁樣啦。OK， 咁佢 part of 係藝術工作者。咁我哋創辦呢一樣嘢嘅原因係因為我哋覺得 Pickleball 拍係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，好似一個 display 可以擺啲畫擺喺藝術上去咁樣。咁所以同埋我覺得Pickleball 我哋最初頭咧係有聽過啫，冇玩過。但係我同阿 Derek 本身都係好中意打羽毛球啊，打乒乓波咁。其實打落去咧，我發覺其實都幾 OK 喎，幾好玩喎呢件事。咁所以我覺得sports 同埋 art 係可以 cross over 去做。咁所以球拍上邊可以加到啲藝術嘅元素落去咧。咁我覺得成件事係完美啲嘅，係啦。嗱，咁我真係好欣賞 UVO 嗰啲球板啦，因為咧佢真係將香港好多地道嘅藝術啊 ，OK， 民間嘅藝術咧放咗落去呢塊球板裏邊嘅。嗱，包括啦，我而家手頭上呢兩塊啦，呢個大家波友應該如果都知啦，就係我哋香港嘅紅白藍膠袋啦 ，OK， 香港特有啊 ，OK， 甚至嘅呢一塊咧就係香港嘅好多地道嘅嗰啲地磚啊 ，OK， 好多嘅兒時嘅回憶，甚至嘅再有一塊嘅係有飛行棋喎，飛行棋真係好正，雞蛋仔又有，雞蛋仔設計真係好正。嗱，我哋都知道你 UVO 咧好似同香港唔少嘅藝術工作者有合作嘅。係個 story 係點樣啊？其實個 story 係因為我同阿 Derek 第一眼見到一塊球拍，我頭先都有講話，其實呢個係都幾好，係表達到，即係可以擺到啲藝術佢啲畫上去。咁我覺得咧係香港其實有好多artist 啦，有。佢哋畫畫其實真係好靚，係啊，咁佢有好有心去做呢個創作，但係咧渠道上又可能有啲即係唔係太多咁，同埋我覺得可以借助而家Pickleball 呢件事，而家都其實全球都好火熱嘅，我覺得，包括香港都係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將嗰啲 artist 嘅畫可以擺咗落我哋個球拍上邊，咁啊變咗係又有藝術成分，又可以去做打波咁樣。咁嚟緊我哋其實係已經進行中㗎啦，一路同緊啲香港嘅 local artist 去合作。咁啊，希望嚟緊可以好快可以推出到大家嘅中意嘅球拍啦。咁啊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好，咁最後咧，咁啊，我 Multi 啦，咁啊就真係要好多謝UVO 啦，多謝阿高飛同埋 Derek 啦，因為較早之前咧，我哋一個 Multi 嘅第一屆全港嘅新手賽咧，其實都係由 UVO 去贊助啲球板俾我哋嘅個碟賽同埋杯賽嘅冠軍嘅。咁而我亦都稍後時間亦同 UVO 咧會有啲嘅慈善活動，亦都會有啲 crossover， 所以好感激兩位。多謝你哋嘅善心。多謝 Multi 去 sponsor， 係都多謝佢俾個機會我哋。唔好咁講。咁我哋都咧祝願UVO 嘅業務蒸蒸日上，甚至有機會嘅衝出香港，為港爭光。好 ，OK，thank you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